各位朋友，又係我同大家傾下今事。今日5月6號星期三，金價終於雨過天青，延續尋日個反彈勢頭，穩穩陣陣企喺4600美元心理關口上面，暫時喺4600美元到4660美元呢個位震盪。點解個勢轉好咗？主要係美伊局勢終於有轉機，魯比奧話軍事行動搞掂晒，特朗普又暫停咗個自由計劃，大家覺得有機會簽到協議喎。地緣局勢一放緩，油價跌穿埋110蚊，通脹壓力減輕，美債收益率回落到4.41%，金價自然有反啲買盤撐住。技術上睇，MACD 喺1小時圖出現咗金叉，紅柱仲越嚟越長 ，RSI 亦都有超買區間彈反上55左右，反映反彈仲有後勁。KDJ 同樣係金叉向上，J 線又未到超買，今日應該仲有得衝。上面阻力位先睇4630美元到4650美元。如果衝得過，分分鐘可以挑戰4700美元大關。下面支撐位就上移到4545美元附近，只要守得住，個築底反彈個勢就仲喺度。不過大家都要小心，市場而家都係等緊周五份非農數據，睇下聯儲局2026年到底點加息定減息。以上內容只供參考，唔代表投資建議，買賣盈虧自負。記得訂閱、撳讚同分享，多謝收看。